上帝话语记载伫雅各书2章第1节到13节。雅各书2章第1节到13节。各位拢看到无？有，来，咱三个来读来。我的兄弟啊，你受咱的主耶稣基督荣光的主的信，毋通用外貌处人。若有人挂金手指，穿水衫入伊的会堂，也有送洋人穿破烂的衫平平入，你就看穿水衫的，甲伊讲，你坐伫即个位，也甲送香的人讲，你徛迄位，也是做我的骹踏椅的。这人毋是心内所测，用歹念头来分辨吗？我所听的兄弟，就听上帝拣是经世间送香的，互因伫神做好嘢，来承接伊所应允，要互听伊的人会讲吗？若是恁就领入送香人，妇人兼毋是压制恁，家己拖恁到审判厅，点毋是托着即所互人叫尊贵的名吗？照圣经所记载，就听厝边亲像家己。恁若守戒的，最好会发到尽，才是好。独到恁用外貌处人，就犯罪，互律法定着犯的。因为见若全律法也对一条划倒，就是犯着正条。因为讲无伫奸淫的，也讲无伫杀人。若恁无奸淫，也无杀人，是做犯着律法的人。恁既然要照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照安尼讲，照安尼行。因为人无怜悯人，就审判也无得到怜悯，怜悯赢过审判来夸口。愿上帝祝福听迄话的人来，今咱要听，咱虽然无偌济人，但是咱有信心，甲咱三个同在。等下要请牧师林牧师来讲，今仔讲的篇是实践爱人如己，实践听人如家己。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的教会举行这个亚华礼拜，差不多有100通的兄弟姊妹去参加前往这个拄仔咱看的这张吼，这就是新竹县新德县五峰乡原住民的部落就是桃山教会。好，这个所在就是桃山教会伫迄个所在，甲因的兄弟姊妹三甲联谊，三甲交陪，三甲来分享。牧师我9月9号我有甲曾牧师啦、关长老夫妇啦、班长老顺龙长老几个我有去到这个所在，伫遐来勘察地形。这个所在若对德丹入去差不多，咱开车至少要到40分的山路，弯弯翘翘，因的人讲因逐工安尼咧开，因差不多20几分尔，20几分尔，弯至少咱爱40几分啦，弯弯翘翘，算是安尼偏僻的这个地区这个桃山教会、桃山教会的兄弟姊妹因大部分是做这个种这个水果菜色，无水来呀，有水蜜桃来呀，等等
因讲吼，差不多，譬如讲2/3的人口，吼是伫咧外面咧做工课，吼，所以留伫本地差不多嘛，惊若1/3，吼1/3的人口啊，吼所以咱嘛感谢主啦，吼，咱借着野外礼拜的即个联谊，嘛会当搁较加来认捌啦，吼伫遐兄弟姊妹因的生活的方式。吼嘛是借着大自然，会当来欣赏上帝所创造一切的即个美丽。所以为着帮助咱无法度去野外礼拜兄弟姊妹无停止聚会吼，咱伫遮嘛有一场的台语的礼拜伫遮我要来甲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今仔日神眼光读经本。今仔日神眼光读经本的主题甲伊的经文，伫咧即个礼拜当中神眼光即个读经本已经到新约圣经，就是雅各书、雅各书，雅各、雅各书按照惯例牧师先来介绍即个雅各书伊的作者、写作时期甲伊的写作目的，即卷经文的作者，伊伫第1章第1节，伊就讲介绍家己就是雅各。雅各即个名，伫咧当时犹太人甲基督徒当中是相当的普遍，真侪人拢叫雅各。那到底是对一个雅各呢？伫咧4本福音书的内面，至少呢都有提到讲有5个名叫雅各的人。那安尼，圣经学者因根据即卷书的内容，认为咧，伫咧当时的信徒当中有迄个影响力，真有影响力的即个雅各，应该就是主耶稣以肉体的即个兄弟雅各。即位雅各伊其实伫咧主耶稣要受定伫咧十字架顶进前伊并无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囝，所以定定拢会甲伊呛声，甲伊呛你敢无安怎安尼咧甲伊呛总是伫咧主耶稣基督搁活了后，因为主耶稣有特别恩伊伫遮来显现结果伊安尼就安怎，伊的观念就改变。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真侪代志就是你的观念的问题。你的观念若无共的时阵，你所做的选择，你所做的代志就拢会无共款。所以这个雅各原本是安尼无相信主耶稣是上帝所差来弥赛亚，结果咧当国外主，伊显然看见耶稣往顶十字架，结果耶稣怎么国外出现互伊看。所以伊伫遮马上就了解，甲即个使徒保罗同款，知影讲哇，即个真正是对上帝来，所以咧，伊信就信甲真虔诚，真做非常敬虔的当时的教会领袖。即个使徒保罗称伊做教会的调酒，伊伫教会当中非常有影响力。当即个使徒保罗伊悔改，去伫大马色互光照着伫遮悔改，相信耶稣了后，伊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的时，伫咧即个加拉太书1章19节讲，伊捌去拜访即个雅各，伫咧使徒行传15章，伫咧13节到21节，有记载讲当时为着这个外邦的这个信徒来信耶稣了后，是不是有缘爱受割礼这个问题？外邦的基督徒是不是有缘爱受割礼这个问题伫耶路撒冷特别召开一个叫做耶路撒冷的大会议，伫遐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雅各呢，乃是最后拍板定案，讲好咱就安尼来做，迄个重要的发言人。可见呢，伊
伊的地位是非常，伫当时的地位是真悬，受到正信徒的即个敬重。即、个对，上有即个安尼传说，传说讲到即个雅各伊伫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了后，伊咧立志要遵行律法，做这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呢，就是特别清气家己的人。所以古约圣经上界出名的拿细耳人是啥物人？大家记得无？就是大力士参孙。大力士参孙，伊的老母甲生伊落来即个天使甲伊的老母讲，即个囡仔出世就袂使食酒，高酒、薄酒拢袂使食。所以拿细耳人就是一种真敬虔的，头毛嘛袂使剃，头毛嘛拢袂使剃所以迄个大力士参孙伊后来就安怎，拢无咧遵守嘛。所以到尾头毛去互知影伊的溃力大的秘密，头毛甲剃掉参孙就去安尼做迄个布袋戏的人所以你知影即个即个雅各伊即相信看到耶稣会国外耶稣，伊立志要遵守律法来做即个拿细耳人，伊要过即个敬虔甲即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伊知影所信的上帝确实是真的，所以伊毋敢随便。所以即个雅各伫当时被称作是公义的雅各。无论伊做代志伊各方面讲话行道，拢真敬信、真圣洁所以当时教会受到犹太教、犹太人因的困迫迄个期间只有即个雅各公义者雅各特别稳准，会当进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因为伊毋那是深受基督徒的尊重伫咧犹太的信徒、犹太教的信徒中间嘛真受到尊重，所以咧真济这犹太人就利用伊。来甲遮的外邦的信徒讲你看，迄公义者雅各遮尔遵守律法，安尼恁嘛着爱遵守律法，就用安尼来咧叫遐的外邦的信徒共款爱即个遵守律法。即个公义者雅各真注重祈祷，常常伫咧圣殿内拍拜跪咧祈祷，直到伊的骹头夫磨甲那亲像骆驼的皮，骆驼的皮，很粗很高，安尼根据即个犹太的历史家叫做约瑟夫伊的记载，伫咧主后差不多62年的时阵，即个雅各因为拒绝好认耶稣是主，所以当时的即个祭司长当时的祭司长以及公会的人将伊带去到圣殿的即个厝顶楼顶甲伊摔落来，甲伊推下去，甲伊踏落来踏落来无死因着个啥？佮用石头甲伊钉死虽然是安尼被石头钉死，受伤真重安尼咸要死的时即个公义者雅各犹原跪地咧求上帝赦免遐个困迫伊的人最后听讲是去即用木棍甲伊拍死即个雅各书。伊一开始就表明即张批是写互住伫个即个各地12支派的人，也就是伫个即个巴勒斯坦迄个地区的人，各地的犹太人、犹太的信徒咱头有讲到伊真遵守即个律法，所以咧伊的传福音的对象嘛是犹太教。
犹太教犹太人，吼，即系犹太人啊，伫遮传福音，互犹太人爱因来遮来信耶稣。写作的地点，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是伫个耶路撒冷，因为并无任何的文件伫遮来记载讲雅各信耶稣了后有捌离开过耶路撒冷，伊拢一直住伫个耶路撒冷。等基督徒受到困迫的时阵，伊嘛是踮伫迄个所在，拢无离开。这个写作的时间到底是当时？一般认为是50到60年，主后50到60年，因为咱头拄仔伫遐看到讲有讲到伫会堂，当时的基督徒嘛会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伫遐斗阵来做礼拜。写作的目的咧，写作的目的至少有2个，第一个就是纠正教会的当中有即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有人讲因信耶稣，毋过因所行所做的，却甲信耶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不相称，无共，安尼就是讲信仰只是因嘴咧讲尔，只是嘴巴讲而已，因的生活甲遮的无信的人拢同款，无两样。这是错误的这个观念。第二，伫遮来指明正确的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怎样。所以写作的目的2个：第一个指正错误，第二个指出正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伊伫遮来认为，讲既然上帝的道理已经正着神的这个信仰的种子进入到人的心里面，你进入人的心内底，你就爱生出啥？生根发芽、长大结果。所以既然是真实的基督徒，必定会当伫个行为的当中结出新生命的轨迹来。所以咧，要认捌一个人，伊的信仰是毋是纯正？就是看伊的信心甲伊的行为是毋是有相配合。所以雅各书伊安尼真重要一个主题。咱头拄仔读启应文的时嘛有提到，就是第1章第1章22节，讲恁行道毋通惊听道理，毋通用耳孔这边听，这边就走出去，家己欺骗家己。就是爱啥？爱行道理，毋通惊听道理。我看下，遮有迄个来，所以这张这张伫网络掠到的就是这个雅各书伊的这个规章的重点，大概就是安尼。兄弟姊妹，咱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的这个研究所，伊伫个2019年，2019年公布的一项的调查，来指出台湾人的宗教信仰49.3%，差不多50%啦。信仰就是传统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14%是佛教，12.4% 是道教，然后13.2%无宗教的信仰，其中基督教占差不多5.5%到6%，5.5%上济差不多到6%尔。为什么真侪人伊感觉讲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道理真好，却无愿意进入教会来接受这个好的信仰咧。有一个上重要的，一般来讲，上主要的原因，就讲袂使违背祖先的信仰。所以这个军队祖先的信仰是因真大的一个理由。然后再来第2个理由就是啥？就讲
看无基督徒好的见证，看不到基督徒的好见证。所以各位，咱嘛伫遮会当来知影着讲啊吼，为什么咱基督教传来到台湾差不多150几年啊？马街来到，咱今仔用马街来算，150年啊！吼，为什么抑个吼？即马台北市的基督徒颠倒较济，吼其他所在拢少，真少啊！吼，为什么吼安尼？有缘遮少人要来相信这个啊！吼，咱伫遮来看着讲，基督徒的信仰甲伊的行为表里不一，也是名不符实、挂名的基督徒，吼，变成做无法度带人入来教会。如果基督徒敢若是道理讲啊真好听啊，亲像牧师伫咧台仔顶讲道理，讲啊恁感觉真好，拍拍手安尼吼。总是我却无法度做牧师，无法度行出所传讲的道理。吼，有当时啊，恁的心内底检查就很厌恶，吼，会感觉讲吼，哇，遮尔敖讲，毋过拢做袂到。真正人的软正，各位，请恁嘛爱原谅牧师，吼，嘛是有遮的人的这软正，总是咧真期待伫咧每一日的生活中学习不断来改进，吼。真侪时阵，咱变成做讲啥属灵的巨人，哇！逐工祈祷，咱讲啊，吼即个逐工虔诚祈祷。吼，认真读圣经，祈祷1点钟，然后出去客厅，一看到囡仔安怎，就开始随喙就开始骂来骂去啊！吼，所以咧一困就破功了，破功啦！吼，所以雅各书就亲像一面属灵的镜，互咱伫咧听道理、甲行道理、信心甲行为。传道甲讲话讲话传福音甲讲话，也是属灵甲属世这各方面啊也是讲我靠安怎谦卑，我靠上帝尽本分，伫咧这中间要怎样处理平衡，来帮助咱来成做言行合一，言行合一的基督徒，确实是安尼。如果有真实的信心的时阵，咱一定会当伫咱的生活，甲咱所拄着的经历，生活中你所拄着顺境逆境，也是拄着什么健康无健康，无管什么光景的当中，迄个真实的信心的爱，伫个行为伫遮来表现出来。若无有行为的信心，对基督徒来讲，若无帮助，等到到尾上，爱面对上帝更较严厉的这个审判，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今仔日这个新眼光读经本，伊的主题就是实践听人亲像家己。所用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13节。兄弟姊妹，咱头拄牧师有讲到。这本册伊的作者雅各，伊相信伊的肉身肉身的兄弟主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弥赛亚了后，伊更较立志要来遵守这个律法，来过敬虔加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被称作公义的雅各。为什么啊？雅各为什么雅各？伊安尼真重视这个律法，立志要来遵守这个律法的兄弟姊妹，咱知影伫个四福音内底有讲到主耶稣伊家己嘛讲上帝律法是要互人得到生命，是要引带人到这个永远，所以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好的律法内底有律法的良善，其实咱看到10条诫的内底，甲咱讲啥？只包含2个，就是听上帝第1诫到第4诫，听上帝第5诫到第6诫，到第10诫就是听人亲像家己。
咱爱别人怎样款待咱，咱就安怎去款待人。这古今中外拢总共款，所以咧，这个雅各啊，遵守这个律法，因为这个律法，伊讲，既然真正有一个上帝，既然这样，安尼伊所颁布互咱的律法，嘛是安怎？真正就是要帮助咱，只是要帮助咱。既然上帝是信实的，咱就安怎？这个信仰你就袂使马马虎虎啊啦，安尼你干脆莫信，那就礼拜来遮咧，来遮个坐咱咧遮咧听牧师唠长啊，就干脆去烤肉、去爬山，还是去枕头山，嘛是拢好。所以，各位，雅各为什么这么看重律法？因为伊知影，凡那记载伫个圣经内底所讲的，拢是真的。安尼一个人，你若讲你疼上帝，你就袂使用嘴讲那尔，因为上帝知影你的心嘛，你是真啊假，伊那着伊就知影所以咧，毋是嘴讲，爱用行动来证明所谓的行动上界基本的，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伊伫遮嘛讲着一个人对上帝是毋是有信心？你对上帝是毋是有信心？嘛毋是你嘴讲我有信心就有信心，是爱啥用行动来证明。也就是你看雅各书，咱若照着即个新眼讲安尼读的是，伊头一章就甲咱讲啥？你若落伫个啥？伫个受试炼的当中，真艰苦的试炼当中，哇！咱人生的试炼实在是真济，对无？譬如讲伫个即个工作上，你嘛会拄着试炼，拄着破病痛中，咱嘛受着试炼，是无？还是家庭婚姻的生活拄着艰难，嘛是受试炼。甲咱的囝儿是谁关系？甲丈夫、甲夫妇的关系。嘛是拢会有真济试炼，伫迄个试炼的当中，你要怎样来表明出你的信心？你对上帝真正有信心，这就是用你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所以这就是雅各书伊最重要的重点。你若相信真正有一个上帝，你就爱相信这个上帝绝对陪伴你行过关山低谷。无管你伫破病中，无管你伫困难中伫遮拄着逐样的试探的时阵，伊拢无离开你，拢甲你相甲伫咧。所以针对今仔日针对今仔日的经文雅各书2章1到13节，咱会当用几方面伫遮来思想。所以这是雅各书的几个重点，我嘛有小可甲安尼弄出来咱伫遮来反思因为咱的信仰就是要互咱来反省咱的人生，咱的人生会当慢慢来调整，来做出更较好的选择，然后咱会当得到更较丰盛上帝所要祝福的人生。首先，咱来反省一项，就是讲咱对别人付出疼。你付出疼是为了你，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你家己？今仔我对你好，今仔我送礼物给你，是期待你搁送礼物转来给我吗？期待你，我送你一个小礼物期待你送我一个大礼物，敢是安尼？咱对人付出疼，到底是为了家己，还是为了别人？雅各书第1章的第1节，伊伫遮讲：我的兄弟姊妹啊！恁信这个主应邀的主耶稣基督，都唔通照着外貌来去对待人。伫遮伊讲我的兄弟姊妹，恁信咱的应邀的主耶稣基督。这句话伫遮显明讲，雅各所规劝、所劝诫的对象，唔是非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是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已经信耶稣基督徒，所以有当时咱要用圣经来要求，也未信上帝，也未信耶稣的人唔通
圣经是要互咱基督徒用来反省咱家己，毋是要来批判别人安怎。非基督徒，你看阮圣经安尼讲，咱较无咧插你咧。咱家己先做好较讲，先做好较讲。所以伊伫遮，咱伫遮看着讲啊，伊以外貌待人，以外貌用外貌来看人。其实咧，咱知影，自从人犯罪了后，以外貌看人，这是安那？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啊！哇，看着穿着光鲜亮丽的人啊，哇，咱拢足爱加家看几家，多看几眼，若看着穿迄邋里邋遢，就安尼面就安尼臭臭，这就是咱的本性啊，咱人的本性，差不多会用讲是咱本能的反应，大脑里面本能的反应。咱大脑内底有一个叫做这个多巴胺，多巴胺，这就是掌控咱大脑的这个欢喜，你若多巴胺分泌出来，你就会感觉讲哇，足喜悦，足喜乐，很快乐，很快乐。所以看到水的好的，咱拢很自然，多巴胺就分泌出来，互咱会感觉足欢喜的。若看到迄较无好的，咱就安尼感觉真厌恶。这是差不多是每一个人啦，每一个人的本能的反应。就是我嘛是会我若看到水的查某囡仔、缘投的男生，我嘛拢会安尼多看他几眼呐。总是雅各书伫遮甲咱讲，讲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了后，耶稣真做你的性命救主，你的价值观，你对人的看法，就是需要改变，是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毋是停留伫世俗的眼光甲做法。各位，咱按照咱人的本能世俗看法，咱习惯是看悬无看低，咱的习惯是爱甲遐个大头家、有钱人、好野人，也是生做水的人做朋友，较有才调的人做朋友。人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嘛。这就是人两者的本性，人的两者的本性。总是各位你知影无？咱的上帝常常是啥？逆性而为啊，逆性，甲咱人的本性无共款。咱的上帝定定是逆，甲人的本性无共逆性。伊特别疼惜啥？逼真的两者软弱的人。所以咧，咱看到圣经讲啥？上帝怜悯困苦的人，上帝怜悯孤儿寡妇，遐个人看伊袂起的，咱的上帝颠倒特别怜悯伊呢。遐个逼真人看无的，上帝特别疼伊。哎呀，各位，真正上帝甲咱人完全无共款迄落。所以各位，咱来想看觅，咱即种平凡的人，咱敢值得迄个全能的主上帝来到世间，为了咱定十字架吗？你想看觅，咱敢会堪得？总是咧，为什么伊愿意来到世间，为着这个咱人来牺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是照上帝形象所做的。伫咱的内底有上帝的灵啊，人的内底是有上帝的灵，所以咧，人无管是贫贱富贵，如果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就会看到讲，就是迄个乞食伊的内底，嘛是照上帝形象所做，嘛有上帝灵伫遐，所以咧，伫个圣经内底，甲咱讲着讲啥？你若尊重迄个。照着上帝形象所做的，你尊重别人，你就是尊重造伊的上帝。安尼就讲，你若看袂起迄个人，你就是看袂起创造伊的上帝。你看，咱的上帝是安尼甲人白做伙，所以咧，兄弟姊妹，路加福音第6章31节，主耶稣有安尼讲：恁爱人怎样款待恁，恁也着爱怎样来款待人？兄弟姊妹，你爱互人尊重吗？
安尼咱就爱先去尊重人。你爱人对你讲话口气好吗？咱就讲话对人的口气较好一点。所以咧，实践听人亲像家己第一步，就是看别人甲你同款。你爱人怎样款待你，你就怎样款待人。吼，所以各位，咱搁一届讲着讲，吼，迄个属用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上帝看伊做尊贵，咱毋通来贬低，毋通看伊做卑贱。吼，人的价值，吼，其实啦，吼。毋是咱外在就会当知，吼。雅各伫遮特别提着讲啊，恁既然信奉咱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讲伫主耶稣的荣耀的内底，吼，是没有阶级啦、背景、教育、文化跟性别的这个差别，吼。所以兄弟姊妹啊，保罗其实伫个哥林多的前书内底。嘛是甲咱讲机体啊吼，拢无共款，霸体吼，每一个功能无共款啊吼，迄个人看做是敢若无晒，颠倒爱安怎爱甲尊严吼，颠倒爱甲咱讲想讲咱腹肚内底盲肠啊吼，无啥路用，你盲肠若挺起来看你嘛挡袂牢。是无？你想讲你的目牌无路用啊？吼，你目牌家剃掉啊？吼，各位啊，若是落雨的时，迄雨水滴滴滴入去你的目睭内底，你嘛感觉足无爽快。上帝所创造的，无有一项无好的，吼，所以圣经甲咱讲的，就是你爱别人，你爱人怎样款待你，你也着安怎样款待人。哇，更较重要的是啥？咱安怎样款待人，上帝就安怎样来款待咱。哇，这较严重咧，对无？别人安怎款待你，检查你不在乎，毋过当你信耶稣啊，你知影将来有将来的审判安尼等你，等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那你要在乎上帝怎么看你啊？你既就爱在乎啊，所以各位，咱伫遮看到伊头一项讲听人亲像来实践爱人如己的第一步，就是你爱人怎样款待你，你就怎样款待人。第二，伫遮讲到言行不一的信用，是家己欺骗家己啦，无效无路用，你根本就无法度欺骗别人，也无法度，更较无法度欺骗上帝。所以咧，雅各书伫遮过来鼓励讲有一个人戴着金手指，穿着足水的衫，入去恁的会堂，佮一个善价人穿这个垃圾衫嘛入去，恁就看当迄个穿这个水衫的看轻，迄个穿这个歹看的衫的人，伊伫遮讲，这点毋是恁用偏心来款待人。用偏心来款待人，用这个歹的意思来论断人吗？各位咱伫遮看到讲一般用这个以外貌看人，世俗拢是安尼。总是咧，基督徒如果若无刻意，这是爱刻意我头有讲逆性嘛，甲你的本性、甲你的习惯无共款，所以咱变做爱刻意伫咧信仰上，刻意伫信仰上来反省家己。其实咱嘛定会落入去，甲世俗人拢共款。咱嘛真爱去甲攀比遐个好野人，咱嘛会去厌恶迄个宋家人。所以这就是咱爱上刻意伫咧信仰上来反省。有一个真讽刺的故事流传伫美国的社会，咱莫讲伫台湾的社会讲伫美国的社会故事伊安尼讲有一个乌人的兄弟，伫咧一个主日的礼拜来到一个起甲足水足庄严的这个教会门口，伊要伫遐入去内底做礼拜，结果伫咧门口就去互接待的人甲伊挡掉的，伊就迄个。徛伫牧师徛伫边伊就甲牧师讲，伊想要入去即个教会做礼拜即个意愿。这牧师就足为难
无想要入去，毋过敢若佫讲袂去，袂当安尼固执个。最后这牧师就想到一个办法，讲你先去转去厝诶祈祷，祈祷看是毋是上帝要叫你来即间教会做礼拜，以后较讲，即个黑人听就真失望，转去，过2礼拜伊佫来，同款，佫叫伊转去祈祷，是毋是你应该爱来即间教会，爱你佫较迫切祈祷哦。得到明确的启示较来，黑人呢佫一届失望转去，佫过2礼拜伊佫来即届牧师沉不住气就直接问讲你是毋是有得到上帝指示叫你来即间教会咧？这黑人就慢慢讲主耶稣有甲我讲讲我耶稣这2-3年来一直想要入去恁即间教会，毋过嘛犹原无法度入去。所以连耶稣拢无法度入去你即个黑人佫较毋免想要去对啊，黑人讲了就离开即个故事伫遐来指控，甲咱讲真济教会虽然咧做礼拜嘛相信上帝是主爱信息是怜悯的上帝，毋过实际上伫咧生活中。却连即个黑人的兄弟嘛，拢无愿意来接受，所以因的信仰就变成说虚假无路用的即个信仰。弟姊妹一个有即个上帝信仰的人，如果犹原甲无认捌上帝的人一样，用外貌来看人，安尼伊就毋知影伊真正所信的是甚物人，毋知影不知所信的是谁。这是家己欺骗家己的信仰，若无法度帮助咱人性来成长，佫较无法度对任何人有即个帮助。最后也佫爱面对着上帝的审判，求上帝帮助咱，用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的行动力来实践主耶稣所吩咐听人亲像家己的命令。第3点要来甲咱分享，律法的总拳头是啥物？就是实践即个听人亲像家己。所以咧，对第8节开始，即个雅各伊安尼讲，圣经安尼讲，就听人亲像家己。遵守你敢若你着爱每一条律法甲咱讲，你若犯着一条，就是犯着全部毋通想讲杀人放火，即个人罪较重你若讲袂贼欺骗人你其实嘛是拢差不多。伫上帝眼光无大罪好罪，无大罪小罪啦，拢是安那，拢是罪，拢是罪所以伫这经文内底最后一句非常重要，伊讲啥？因为迄个无怜悯人的，也安那也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兄弟姊妹。公义的上帝必定要审判咱，总是伫中间有一个，你会用讲是黑灰的地带，灰色地带就是怜悯。上帝若要怜悯咱，伊就要怜悯咱。你会记得主耶稣讲，有一个人欠伊的主人1,000两的银哇！你14人你嘛还袂了呢？总是迄个主人讲啥怜悯你，债务拢安怎免了。主人一句话，1000万的债务拢总免。结果伊出去拄着一个啥？拄着一个欠伊10两银的另外一个仆人，哇！伊就安怎逼伊爱行，不爱行就甲伊关伫监狱内底。哇！主人听到这个代志，足生气的。伊讲：你欠1000两，我就拢会当怜悯来，互你免刑。人欠你10两，你敢无法度怜悯伊，无法度来赦免伊，互伊免刑吗？你安尼款待迄个人，我嘛要安尼款待你。所以各位，伫最后审判的时阵，有一个灰色地带，就是这个怜悯。你怎样怜悯别人？上帝就要怎样怜悯你，你若无要怜悯人，上帝就无要怜悯你。这就是审判是像什么？伫遮讲审判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口。吼，你有怜悯人，你就会当会当求上帝怜悯你。所以阮兄弟姊妹，律法总根头就是实践，疼人亲像家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家己无爱，你毋通放伫别人的心上。咱想要爱上帝，还是爱人怎样款待你，你就爱怎样款待别人。虽然有时敢若食亏，哇！我付出遮尼济各位，咱讲天公疼憨人对无？上帝真正疼迄个憨人啦。你甘愿憨憨做的事有时上帝就啥特别怜悯你，互你所得到超过你所求所想。有时咱伤过精咱的人生反而受很多的磨练，所以世间的代志，真侪代志求上帝帮助咱。伊若怜悯咱，伊若互咱有稳定，咱这一切都什么值得啦，值得所以兄弟姊妹伫遮讲到啥？疼人亲像家己是真尊贵的这个律法无论伫上帝还是人的眼中看来，拢是值得尊重的。所以要怎样来行呢？伫遮简单分享几点，疼人亲像家己的实践，拢嘛是伫生活中的小细节，生活中的小的小地方。用疼人的心，第一项，咱讲用疼人的心体谅人，过来用疼人的心安怎去批评人，体谅人，批评人。前几工咱知影一个足出名的作家叫做李昂，对无？伊伫迄捷运上因为咧刷三个少年人拢无要让博爱座互伊坐伊就安尼不满点名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博爱座，关于博爱座你有啥物看法？所以咱各位拢有看到即个新闻即个博爱座伫迄遮台北市的发言人伊的回应安怎讲？伊讲北捷台北捷运也有一个标语叫做也许他有需要，只是你不知道。也许他有需要，只是你不知道。彼此尊重体贴是台北捷运文化的重要成分。这种博爱座博爱座所引起的这问题，所引起的这纠纷哇！咱实在常常咧新闻顶悬咧看到常常咱有一寡长辈拢认为这个博爱座是他的权利是伊应该爱迄落其实逐个人无一定少年人买票咧老人佫毋免买票咧少年人爱买票，老的佫毋免买票对哇？恁拢话坐免钱的即马安尼年轻人，我拢感觉现在咱年轻人压力实在真的很大。所以因伫咧这捷运上好不容易有个位置可以坐下来休息我拢感觉讲让他们休息。即马年轻人真的颠倒是咱年纪大的尤其65岁以上，真侪时间嘛，你慢慢来，你坐客运车嘛，即马嘛台北市嘛拢有补助何必一定爱甲人抢这个博爱座其实我的看法是安尼啦。毋过检测嘛有一寡年长的人较无爱就是倚老卖老，用这来道德绑架还是谴责我感觉讲安尼较无适合因为人嘛付钱检测老的佫毋免钱，你佫爱钱，少年拢爱钱我感觉即句嘛是讲甲真好因为博爱座的美意。设立博爱座的艺术，就是要优先给有需要的人，优先给有需要的人真侪是别人有需要，只是咱唔知，别人拄着的艰苦，你若无徛伫伊的立场，你根本就唔知。以前陈老师讲人讲迄生皮蛇足艰苦的，伊就咧想讲哪会啥物艰苦咧？皮蛇哪有啥物
啊，当伊家己生批蛇了后，伊较知影讲，哇，这生无错有够艰苦啊，疼死啊！咱若是无徛伫对方的立场，其实咱无法度明白呀。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在生活的小细节，用体贴别人的心。所以咱的家庭中嘛是同款呐，咱的儿女会晓体贴父母，父母会晓体贴，体贴迄落啊，囡仔我最近拢咧做孝子。孝子，阮囝父婴转来，定定咧腰酸背痛，这痛遐痛，我著家抓铃，逐工嘛无讲逐工啦，一礼拜差不多4届5届，家伊用迄个推拿按摩期待伊安怎？期待伊伫咧办公室，莫安尼，因为拢做伤久，变做这腰酸骨痛啥，定咧讲伊的小腿都会很酸很痛。我感觉是可能伊有一些毛病。爱个详细检查这啥牧师拢甲我笑讲，我就是孝子，这么有孝囝，这么有孝囝，佮逐工起来，甲伊做迄个水果便当呢。惊伊伫咧外口无食着水果嘛袂使。那安尼迄个做孝子呢？这就是体贴啦。其实阮的心，做父母的心，就是期待咱的囡仔伫咧外口。打拼这么辛苦，能够有一点点的吃一刷水果，好像有一点小确幸。家己小可抓铃，好像也是一个小确幸所以咧，彼此互相体贴阮夫人嘛会讲，妈妈换我来替你按摩一下感谢主互相体贴。好，再来第二讲就讲啥用疼人亲像家己的心去批评人。你若无爱人，安怎样批评你？你就莫去安尼批评别人。讲足简单的，对无？所以台湾譬如讲即马台湾进口蛋的问题嘛，争议足济其实台湾足济因为咱台湾是一个足主流的国家，任何的议题拢会当随便提出来讨论。哇，阮兜发生什么代志啥，嘛提起来网络上。安尼咧阮婆婆安怎阮小姑安怎，阮老公安怎，对吧？阮某安怎真侪拢摕咧网站上底下咧批评所以咧好像有当时讲话变做敢若咧公审、咧批判、咧公审会当享受即个言论的自由是足宝贝的。总是人如果唔知影爱节制家己的自由，节制家己的自由的时，就会变做啥？你放纵你的情绪，你家己安怎？你就迄落其实你变做去伤害别人，伤害别人有当时会反扑伤害家己，所以各位，其实咱若是要批评、要论断别人，是足简单的。总是你若想到，你就是迄个去用批评、去用论断的、去用公审的，安尼你感觉安怎？真侪人伫咧网络的霸凌，甚至有人因此而自杀。所以各位，咱伫网络上我拢唔敢随便发言，唔敢随便迄落无管伊的真的是太过分的话，我可能点在回应一两句。是毋是用疼人亲像家己的心去批评？如果今仔日是你去用安尼咧讲的时阵，你敢会堪得？你忍受得住吗？你若无法度，咱就唔通安尼去做。批评啥拢足简单的，总是咧，你也想看，如果是你，所以最后哪个没有啦，伊来甲咱提醒讲讲人民。也就是要向审判夸口，咱有法度怜悯别人，上帝才有法度怜悯咱。所以咱用什么款的标准去批评人、去讲人、去款待人，还是讲去疼人？上帝嘛用什么标准来对待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用怜悯的心、疼人亲像家己的心，来讲话、来做代志，安尼。咱将来，咱嘛要得到上帝的怜悯甲疼惜。咱即时三甲额头来祈祷。主，我满心感谢你的恩典。
助力借着雅各书内底所互阮的，甲阮讲，阮的信心就爱用即个行动伫遮来证明。求主帮助阮，毋单是嘴讲讲，会当用真实的行动来做出信心的证明，来做出听上帝证明。求上帝帮助阮，阮虽然软者软弱，互阮每一工拢会当照着主所教示阮的来调整阮家己，互阮的生命，因为有主教阮三脚伫地，教阮三结连，哪来哪丰盛，哪来哪不有。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